台北市的市定古迹龟水街文明楼是全台湾唯定落做古迹的古早工厂寮。经过2冬外修复工程，当重新开放，内底有保留英国营业时阵的场景，嘛有工厂文化甲性教育的展览。也都有挂几件小姐相片，佮纪念证，质量好悬。日本时代工厂馆的模样，这是台北市市定古迹龟水街文明楼，经过政府甲民间2冬挂修复，总算完成。其实那个日据时代文蒙路就是以工厂馆的姿态在这里营运。那历经90年代2个市长的反仓跟复仓，然后再后来变成那个市定古迹，它每一个东西里面都有刻画当时的一些事件在里面。过去是以及工厂馆的文明楼，经历1997年迄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废工厂，到1999年李立春关怀合作协会成立，反对废工厂的运动基地，也有刀经文资等等证据，才行到即天，总算对外开放。厝主嘛，甲1楼4间房规划做无共主题，好外界认捌这个所在。因为当时这里除了是那个大稻埕的人文风流史以外，它也是社会运动的基地之一。那它社会运动当时的那个项目就是那个纪运革命。那我把纪运革命这里那个做一间就是说一个记忆的驻点。另外，几间房间还有健康教育、甲性产业等等的无共主题。厝主表示，伊希望用文明楼的历史定位，互外界深入了解性的基地。正北东的建筑嘛，加做教育展览的场所。记者陈阿文台北采访报道。